来看高雄的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伫澳洲甲菲律宾的海里发现一款新的鱼仔物种哦。因为这款鱼仔长期拢生活伫无光线的石头棚内底，目睭的功能就退化，甚至有一寡鱼仔目睭是完全消失。这发现嘛刊伫国际期刊《Science》顶头。 鱼头找无目睭规尾咖啡色，高雄中山大学海洋科学系团队3月公布新发现的鱼种豆眼旗尾鹑，因方发现伫澳洲圣诞岛甲菲律宾邦罗岛海下水蚀坑内底，体长上大大约40公分，目睭真细，是第一种已经知影晓伫海下水蚀坑的鹑科鱼类。是为什么我们叫它是豆眼旗尾鹑？哦，主要就是因为它眼睛很小的关系。那另外我们也有发现2个个体，它的左眼。 是像这个地方一样哦，是整个眼睛完全退化，被它自己的皮肤所包覆，哦，它眼睛是消失的。伫地下河洞迄个淡水暂时限制，真无简单掠到的9尾豆眼旗尾鹑，其中2尾倒类的目睭已经完全消失，暗示可能当伫个适应无光环境的演化过程当中。研究发布了登上国际期刊，嘛互英国媒体报道，导读者来交流，认为是假生糖造成豆眼旗尾鹑目睭退化。 手上的标本通通都变成是模式标本了。那模式标本在分类学上面来说，它其实是它的地位是不能够随便你去对它做任何的解剖的。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办法再进一步去确认说它的那个眼睛完全消失是不是受到 寄生虫的影响。团队指出，这类的鲶鱼通常晓伫深海还是淡水水域，伫近海水域较罕见。罗相村大部分人认为是海洋的鱼类，但有真少数生活伫淡水还是汽水域。目前也无法度确定豆眼旗尾鹑是晓伫纯淡水，还是受鱼吸引对海水游来淡水。研究团队会继续调查研究相关洞穴的生态。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